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看今日福起来的好好运动。我是今日的老师邱凯如老师，是代表3351中心来跟大家今日来好好运动。那3351呢有利用咱们可以用动讲的形象哦，来为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，我的右手边呢是我们的心仪老师。好，还有1V 妹哈，还有左手边是我们的建芬老师。好，今日凯如老师会带大家来做乜嘅？今日要带大家来做凳的瑜伽，椅子的轻瑜伽。瑜伽大家会知道讲懂用懂凳讲用的哦，其实唔会呢。瑜伽本来就会懂生活的一件事情，包括呼吸也是在做瑜伽哦。可是我们会知道讲啊，懂凳讲哦呀不适合我，冇啦。其实大家都很适合。不过呢，还是有几个安全性比较重要的问题哦，我听大家来讲哈，不厌其烦，硬讲就听大家讲哈。第一，你知道，你记得咯，吉凳呢哈，要穿较高调的，吉凳呢要唔好穿嗰種蓬凳啊，蓬凳挺矮，嗰有挺軟呢，人腳冰下，人樹冰下以後，比較會擔心安全性。冇冰好啊，冇嗰個沙發較要滑踢咩，樹較要滑踢。嗰種人就前輕用嚟咯，係有樹頭嘅，安尼樹頭嘅前後，樹頭嘅哈，它比較穩定一點點。講還有用嚟咧，你記得喺做得嘅話哈，第一下背冇有拎呢，第二人嘅凳喺旁邊，前後不要有兩邊的那個手把。等下在做動作的時候，人嘅樹啊，本個手把卡到誒，動作做起來也比較沒有那麼好的伸展。嗰種喺做得嘅話哈。等下請較好調誒，而且輔助器材較好調誒，你也比較放心把你的身體交給他，對嗎？好，請到等下嘛，請到等下了，而且今日開始了，先聽大家講一下，今日要來做嘛？今日喺度哦，我來做一個動全方位的動作哦，做乜嘢呢？而且身體啊，有前沒有前哦，有前面，有後背，有左有右，個還有乜㗎？還有扭轉的動作，對嗎？以下唔咩弄人家聽聽哦，以下動作好生也咩樣哦，因為當然就按你腰骨啊，冇乜嘅易舒服，好腰酸背痛啊，做乜呢？因為工作太繁忙了。嗰時喺度來做一些簡單的動作，讓我們的身體變得比較輕鬆一點。好，講完到喺度以後就開始了。等你有請到嘅哈，請到人家都開始了哈。請到等你以後咧，喺度聽下等你變好了，喺度聽下師傅從上去了。喺度一開始咧，從扭轉的動作先開始哦。好，請到等你以後咧，一後背因為你輸ở板凳，嗰時候人等你冇坐到按後背。坐到較前啲，唔過坐好來哈，師傅坐到來啊哈，安全動重要哦。坐好以後咧，停下背囊打側，個停下樹變到後背，然後樹係冇辦法按高嘅話，較大啲位，一定會未做得，好，一定會好，板好來哦，板好以後哈，停下另外一隻手放在你的膝蓋上方，你係不用唔到一定會發，不用野位未做得，不用太腳臂一定會未做得哈。一樹送出去，然後後背捉得定嚟下，送借力使力的力量，停下肩頭打開了，目處看到前後背，加強你的頸椎的扭轉。要肩頭冇縮起來哦，記得不用強鬆。你係知道講呀，肩膀會聳起來的話，樹較海的位，樹要右手鬆較陡的位，停下身體往後扭轉。對的位哈，停留5秒哦，5、4、3、2，記得呼吸哦，不要為了扭轉，然後忘了呼吸哦。1，好，大家做得懂哈，天天的停下身體，立正了，輪彎片上好嗎？好了，等你的左手放在你的大腿或者是膝蓋的外側，然後讓你的右手抓着後面的椅子，我綁好來哦，哈，莫讓你空扣哦。綁好以後呢，兩個後背束鬆一下，停下腰部往後扭轉，右邊的肩膀打開來，目視看到前後背，本拿木鼓鼓哦，哈，停下抬頭挺胸，目視看到前後背，大家做得懂後哦，還有5個呼吸哦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天天的在立正了，哈，好，一數會動員嘛，數很動員的話，表示人力量強到誒，那麼按到一些，然後左右再做一次好嗎？然後聽大家講下，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重點，我們再來複習一次。好，再一次的把你的左手往下，你不用唔多按高，唔怕冇按高，今日等你我空扣，
卡大地位，不用要地位没走的。某一天我不用要地位，不用也没走的，唔怕，你就看下空间多那你就多那就好诶。听下树不用松了，也肩头大口了，轻轻的做一系列借力使力的力量运用，转过去树，安尼什么松一下，肩头大口了以后，木主看到轻后背，看后背有动长的四下摸，有冇四下高的哦？看一下哦，一肩头木缩起来哦，听到一地方哈，5、4、3，记得哦，莫憋气哦哈，记得呼吸哦。2、1，好，听听呢，你转来，它看走动后还有一边上哦，有左就有右，我们记得了哈。右手往后抓在你的椅子的地方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放在你的膝盖或者是大腿的上方，后背束松一下，听下肩头大口了，目主看到轻后背的地方。好，听到要得了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走走动哈，听听呢，来转来，好，大家走动哈。还有一招嘞哈，动动你呢，心肝全部吃到杂杂啦，呼吸不太顺畅。古时候来做嘛，撒下一来做一个开胸开心的动作。今日听凯如老师讲下来了哈，下头一下嘞，手掌以后嘞，两只手板凳后背的凳嘞，我绑好来哦哈，冇办法按拱就卡大的会唔怕，因为充电没高度的问题。重点是你手要板凳凳的要绑好了，手要坐好了，讲脚啊不要悬空哦哈，迄脚不用唔到天来发，下背不用再死凳的就好诶。好，我记得咯。好，准备好了以后咧，手绑好了以后，听下肩头大口了。听下心肝一起送出去，送到轻度，借力使力的力量，让手板凳凳的。好，听下反时骨夹起来，夹起来了，心肝这样送出去，送到轻度以后咧，让木主看得也不卡天赋。对的吧？停留5个呼吸，4、3、2，听到木掉下一哦，也杠紧我不舒服的话，听下下巴缩一点点就好了。1，好，三下1咧，让肚子先竖起来。胸下呀，前面有只抬球用诶，嗰种呀手并到前面，手肘微弯，肚子揪起来，听下背囊送出去，让木主看下呀肚脐到那地位，心肝前当中男定只抬球的用诶，听下背囊送到卡到地位，好再一摆听下手卡起来，好再并下来，好调整一下呼吸，然后还有2摆，再来试看呢好吗？听下手并到后背。绑好了以后，木主看到前面以后，反时骨夹的，听下心肝前送出去，送到轻度的地方以后呢，木主看到天花板。对的喂，5个呼吸哦，4、3，嘿，一抖就一抖，唔怕哈，莫勉强哦。1，木主看前面，心肝前남자太球诶，手肘微弯，好听下，背囊再来送出去，木主看到人肚子。好，再一摆往上，不用下来，对，动好哦，前后一摆，手往后，嘿冇按拱拍卡下地位哈，要偏面唔怕。好了，反时骨夹，听下心肝前送出去，再一摆看到天空，动好哦。好，木主看前面，男仔太球诶，肚子空一来，木主看肚脐，动好，手来松来，这样不用下来。调整一下呼吸，好，大家做得懂哈。然后还有一张动作哈，还记得吗？我们还有一个左右边的动作，让你今天晚上比较好睡一点点哦。然后一下要调整一下椅子的方向，一下请大家听下胸哈起起来。然后等灯呢，用到前面来。等下还要调整一下灯的角度哈。等下让听大家用攻一下。好，坐好了以后呢，一下有点没脏对吗？我要让我的这个。灯的地方，好，请你转一下到前面。告诉你坐下来的时候，这个脚的地方是在你的肚脐的位哈。好，准备好了以后呢，手都卡前地位，2只脚张大卡开地位，一只脚趾到前面，后背膝头要伸出来，2只手打开来，肩头不用强松哦。好，一下呢，停下左手放下来，手掌。都松摆，跟呀右手往上延伸，肩头木收起来啊哈，肩膀远离耳朵，右手再往上延伸，好都要对位哦。木足宽松摆，你吃的讲还有空间的话哈，把你的上面的那只手往耳朵的方向靠近，上面的肩膀再转一下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都要对懂你们按你收起来哦。
呀来一来，树来出来，迄种唔得安尼办法，都要地位就会，某一天我都要地位哦，都要没唔怕哈，树会顺出来哦，可你空间都在地位，呀树就不用来地位哦。还有5个呼吸，4、3、2、1，来转来。 大家都懂吼，还有一片上哦哈，树不用下来，老婆一片上，再一拜就后尾哦。大家加油哦！来，把你的左脚伸直，右脚膝盖弯，前脚跟后脚跟成一直线，膝盖不要超过你的脚趾头，让你的膝盖在脚踝的上方。走后来是不是手张来了哈？2只手打开来，肩头不用放松。好，来听下木足看到前面的数字的地方。 好，3下1呢，等下右手放在你的大腿的上方，左手再往上延伸，下背肩头不用下来，数，同时我命到田当用的，木足看到你的数字，我就看到天花板，还做得知道动强松的同学哈，等下数，慢慢的不用下来，不用下来，压双背肩头甩一下，木足看到蛋糕。 大家做动好，知道你面按你身体按开始捏捏的按照感受哈。好，5个呼吸，4、3、2、1，来转来，动好，停下手不用下来，好，停下脚不用轻松地位哈。来，我们来做一下舒缓的动作好吗？停下2只手都前面死死扣着，手往前，还记得吗？心肝前有只太 Q 的，眼目做看到眼肚脐的位的。 再听下手卡起来，咱不用下来，动好，再一摆好吗？来，手往前延伸，肚子往内收，眼睛看向肚脐眼。好，再把你的身体往上拉起来，再往下放下去。好，大家做到动好哦。今天的动作还没动全方位，我动简单又唔会难。哦，记得咯，一天都记得咯。等的冇有力的哦，哈，安全性动重要。好，给今天下的动作就都要到了，下的。 好好运动，下次再见喽。